个秋天来了，流行感冒的病毒嘛对咧来，再加上新冠病毒，对这个医疗恐惊是严峻的挑战。中国武汉同济病院的研究甲统计，新冠病毒的患者有5成当时嘛可能去患着流感，若是患着尾型的流感，其中有3成病情会恶化甲真严重。另外，欧洲的学者嘛来指出，这2种同时患着者，会互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增加2倍。学者是建议大家无论如何，今年一定要去做流感的预防针。伫诊所内底做预防针，莫看即针无哦，尤其今年特别重要，因为要搁有流感的流行期啊。中国武汉同济病院就分析307个新冠病毒确诊的患者，发现讲有一半的人同时有流感。另外，如果是尾型流感，30.4%的人病情会无乐观。那个研究里面 video 的个案很少，只能说得流感会加重这个新冠肺炎。专家讲，唔那是尾型流感，只要是流感甲新冠病毒夹做伙，相同感染，那有可能有这个症状，亲像袂喘气、肺炎。欧洲学者讲，传染力可能会增加2倍。它会使得新冠肺炎病毒的繁殖会加倍哦，所以会有更多的病毒量从病人排出，然后传染给别人。加拿大的研究发现讲，注预防针会当减少交叉感染92.2%，但是规个社区注预防针的比率爱超过9成。今年公费的疫苗10月初5开始，加上自费的，拢总是800多万剂，注射的比率上悬是伫8成左右。所以专家嘛是提醒讲，爱维持挂喙暗，还佫有接洗手的习惯，莫同时感染到2种病毒。